以呢，第9道题我们就不计分了。现在呢，就是要给我们一个2分时间。耶！不是最后，unbelievable！ 哇，佳佳和菲菲，李斯丹妮比我们高1分，高1分。为什么呀？李斯丹妮怎么会比你们高啊？咋了？看不起我们是不是？我们就是这么弱，是不是？不服，重放。我们居然拿了5分。不服，重放。battle 从这顿火锅开始，子哥就可以打他。我们有什么奖励吗？他们这次就是上面Super A 是代表我们本季最高的荣誉以及最好最优秀的意思。今天小考也争夺这个 Super A 的名额，所以导演组给我们每一位师姐都准备了 Super A 的 T 恤，我们要穿上 T 恤去为他们加油助阵。